Charlie Kirk 9月10號被人用一槍打中條頸死亡，佢身邊有個穿着白色衫嘅金髮女士。1998年有另一個 Charlie Kirk 9月10號被槍打中條頸死咗，佢身邊亦有個白衫金髮女士。最近一部1998年由 Nicolas Cage 主演名 Snake Eyes 嘅電影被掘出嚟，話當中情節同現時 Charlie Kirk 被槍殺事件極為相似，好似呢個 Charlie Kirk 事件喺1998年一早預言。咁係咪證明整個槍殺行動都係有計劃預謀，或人們所講一個 psyop， 即係政治舞台劇？Charlie Kirk 係演員，根本冇死到。難道喺機場見到佢嘅影片係真嘅？電影用 predictive programming 預示性調控，將劇本將發生嘅事話俾你知，十分之常見。但對未來一個事件如此多嘅暗示劇情影像，我見過就係最多 Snake Eyes。特朗普、Charlie Kirk 佢老婆，甚至幕後大佬以色列，都喺呢部1個小時30分鐘嘅電影當中。由佢嘅封面已經係，所以大家好，又係我。由呢個手勢開始講起，6個 Snake Eyes 電影預言 Charlie Kirk 事件嘅爆裂點。呢個 Nicolas Cage 手勢特朗普做過， Charlie Kirk 本人亦做過。有人話 Triangle of Power 代表光明會，亦有人話叫做 Merkelrate。有趣地，佢官方解釋係命名於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但當然認識神秘學界嘅人士話係一個反光明會嘅手勢。而 tagline Believe everything except your eyes， 相信一切除咗你眼睛所見的，係唔係一部27年前嘅小品電影只有5000萬票房，一個 flop， 係一早想幫助我哋嘅警世電影？其實幾無稽嘅，但種種細節好似都係咁樣講，所以我睇咗成部戲想揾嗰啲蛛絲馬跡，係咪咁講？而嗰個想告訴世人嘅可能就係特朗普。電影係喺 Trump Tower 取景拍攝，但電影中影射特朗普嘅嗰個角色呢， Gilbert Powell 就係派殺手殺 Charlie 嘅嗰一個人嚟。咁究竟電影背後嘅力量係想同我哋講特朗普係兇手，定係特朗普就係背後嗰個人係好人？無論如何，睇佢同 Erica Kirk 追悼會如此奇怪嘅行為，不難想象佢知一啲我哋唔知道嘅真相。但要到整個電影係預言電影，就係要9月10號呢個槍殺日期，同被殺嘅一位叫做 Charles Kirkland 嘅政治人物。電影中佢係美國國防部長，係一份 Charlie Kirk 喺未來都有相當大機會能勝任嘅職位。佢被打中條頸係同一位置，配合埋電影嘅主題如打假拳賽咧，或整部電影嘅拍攝模式咧，用唔同人嘅角度講同一件事，好似打假拳嘅拳手啦，死者身邊嘅保安人員，好似 Erica Kirk 嘅嗰位女士，喺今時今日 Charlie Kirk 事件後，我哋都會想了解嘅嗰啲角度。唯一問題，我覺得呢個所謂預言最大嘅分叉嶺，就係由電影頭1分鐘嗰度開始講起。一開頭電影拍攝風格就係用一個 live event， 由一位女記者介紹叫 Executioner 劊子手嘅拳手，今晚會有世紀拳賽。喺電影嘅24秒出現該電影日期，陰謀論當上嗰個日期係9月10號啦，咁就中咗 Charlie Kirk 死嘅同一日，呢個預言就變得成立。亦有分析者 zoom in， 的確似一個10號，但我睇到9啊，各位，日期係9月19號，尤其如果係放片嘅時候，嗰個9月19好似更加明顯。當然呢個 debate 兩方都有，喂，明明係個零嚟嘅咁樣。儘管係9月10號定係9月19號，呢頭1分鐘的確有一個字係殺死 Charlie Kirk 嘅嗰樣東西。電影42秒，女記者用 gutted 被挖內臟去形容一棟樓啊，真係好奇怪啊！作為會有死亡嘅一個伏筆啦，咁呢個都係編劇嘅功勞啦嚇，正啊！到52秒，佢形容咁大雨，因為喺度打緊個風，叫做 Hurricane Jezebel 耶洗別風嘅一樣嘢。Jezebel 耶洗別就係嗰個字影響 Charlie Kirk。Jezebel 耶洗別係聖經中最邪惡嘅女人，係女巫。9月8號用此命名嘅網站出 post 話有女巫師施咗黑魔法要 Charlie Kirk 死，而不到48小時之後呢件事件就發生。而電影頭1分鐘咁多個名可以形容嗰個風，偏偏用上 Jezebel， 而唔信黑魔法能影響美國政局嘅人，喺11個月前特朗普出咗一個話自己有個 shield 嚟保護自己對抗黑魔法嘅一個 article。呢頭1分鐘話封面 watch closely， 看得更仔細嘅 tagline 似係導演 Brian De Palma同我哋講要睇深層一啲，睇整部電影都係 program 觀眾腦袋了解當中畫面上
有背後嘅用意。由跟主角 Nicolas Cage 飾演嘅兜踎警察，電影4分57秒走到佢朋友血染嘅手面前，後面有見到同樣嘅手，不停出現嘅血染美國紙幣係同我哋講呢件事件發生之後會影響美國變得更加暴力。43分33秒兩個人喺度講11分鐘前呢句對白。後邊亦顯示11，見到後排有1至10，我唔太熟悉 numerology 數字學，7又係打中 Charles 前嘅一個重要號碼。用呢個導演所謂俾我哋嘅深層視角睇 Nicolas Cage 對話嘅每個角色，再放喺2025年 Charlie Kirk 嗰度，又變得黑暗，又變得明顯。如7分40秒 Nicolas Cage 老友 Kevin Dunn 係死者嘅保安，表面上我哋觀眾都認為佢係廢啫，令到呢個槍擊事件可以發生。對應我哋現實都係咁覺得，負責保護 Charlie Kirk 嘅 Schaefer Security Group 我哋都係覺得冇用，但電影17分8秒兩兄弟商量要對公方要講大話保護自己，到最後發現原來老友就係大反派，同之前嗰啲話 Charlie Kirk 背後做啲奇怪手勢嘅保安人員一樣。原來保安人員都係殺手計劃部分之一。12分30秒，極至佢老婆 Erica Kirk 嘅女主角同 Charles Kirkland 講咗一句說話，佢會好後悔後 Charles Kirkland 就被射死，好似佢嘅一個行動係 signal 發射。同真實世界話 Erica 喊得好假，追悼會上撒旦手勢，同或者有共濟會秘密組織嘅指環，呢啲嘅指控話佢一早就知道，而撒射完之後發現呢位女演員真名 Carla Gugino 原來係黑色頭髮。喺殺人嗰一段先着得同 Erica 一模一樣。要了解更多，我哋下面第一個連結有講解佢老婆，請成為會員。13分鐘呢一個跳起嘅觀眾喺電影後半部分發現係有份製造混亂嘅殺手之一，人哋覺得畫面上喺 Charlie Kirk 被打中後呢個跳起嘅男人有着同樣嘅姿勢，佢之後被撳低嘅畫面似原本認為係第一個殺死 Charlie Kirk 嘅嗰位老伯伯呢。而只係電影13分30秒呢個出名嘅槍擊事件就發生之後，人哋嘅混亂就好似真實世界嗰個一樣。37分鐘就出現科街，我哋真實世界嘅 Tyler Robinson 亦揭發背後真正目的係關於以巴衝突。當然呢個係1917年已經有，但用作呢個為殺死 Charles Kirkland 嘅背後目的太巧合啦，係冇可能忽視。因為有人話 Charlie Kirk 真正死亡嘅原因係因為得罪咗以色列先至會發生。38分50秒係咪暗示 Nicolas Cage 就係特朗普咧？揭發所有人真相嘅嗰個人呢？因為佢話佢想成為市長，又話任何人喺天時地利人和嘅情況下都能夠成為美國總統噶。選擇 Nicolas Cage 作為呢部片嘅主角其實幾正。嗱，佢出名喺好多電影中會 overact 啦，留低佢同女主角嗰一段我真係笑死。1小時5分34秒，佢難以置信咁講自己朋友會咁樣做，或者呢一幕呢 You were my friend， 似唔似啊？但有人話 Nicolas Cage 拍攝呢部戲同 Charlie Kirk 係同齡，有啲奇怪。Nicolas Cage 本身亦都係嚟自名門 Godfather 導演嗰個家族，但佢隱藏呢件事，亦有古人被話好似佢係一個活咗1000年嘅僵屍。呢個陰謀論，佢自己拍部戲去諷刺嘅，不難想象佢係當中會嘅人員。而所以最重要嗰幕用咗 Nicolas Cage 佢條頸。首先我哋見到有血喺佢條頸上，然後頸嘅同一邊亦見到 Charles Kirkland 被子彈打中後瞓落地，同 Charlie Kirk 係同一邊。而喺呢位 Charles Kirkland 嘅手指亦見到同 Charlie Kirk 當時戴嘅差唔多同樣嘅指環。之後又話 Charlie Kirk 被射後個指環換咗手指啊 ，Erica Kirk 又有共濟會指環，證明呢幾個相同嘅呢個細節係代表一個重要嘢，指環。咁如果係計劃中，甚至好啲人覺得如果 Charlie Kirk 係根本冇死，咁但係為咗啲乜嘢先？ Psyop 係我哋片頭講嘅一個字， Psyop 係一個心理學嘅行為，用一啲大型事件影響人們大眾嘅心理去 push 某一個政治方向，軍方決定讓人覺得係啱嘅事。有人話電影係 Psyop， 網絡係 Psyop， Charlie Kirk 亦係。而喺呢部電影嘅結尾，主角因此名成利就，都係靠最大嘅 Psyop 機器電視。Charles Kirkland 嘅死讓佢做咗英雄，會唔會好似真實世界其他人一樣 ？Charlie Kirk 嘅死讓佢哋會做英雄。而喺電影最後一幕，男女主角戀上，亦有深情嘅一吻後，佢最後嘅一句對白就係綜合所有呢啲嘅大型事件，最後得益者佢哋心入邊嘅一句說話 ：At least I got to be on TV。
係啊，無論你相信呢個與否啦，即係我都唔想 disrespect 人哋，即係如果真係一個 tragedy 係發生嘅話，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而家全部人都講嘅一個即係陰謀也好啊，或者一個見解啲疑點也好啦，咁就呢個 Charlie Kirk 事件同埋呢一部嘅電影咁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嘅片啦，咁就多謝會員嘅支持啦。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你都可以撳下邊嘅連結成為會員，我哋就會喺嗰度講更多。咁我哋下次有咩跟進、咩電影、咩黑暗嘢，我哋再講過啦。